在政修治违婚法修正案20号立法院三读通过，地方统筹分配款将增加3757亿，其中台南、高雄甲屏东拢讲对南部无公平，但议会国民党团却认为修法进程，中央甲民进党家己无要提修正的版本，却刻意来抹黑、扭曲相当的无公平。加上国民党团的记者会中，却被基进党的议员李宗仁摕着条件书来呛声，双方一句来一句去，甚至引发集体冲浪。尊重好不好？不尊重好不好？来啊！我很简单，请国民党接下战帖，我们找时间公平、公正、公开的来讨论。你不要在那边做事，你一点尊重都没有，拜托，知道吗？你们党中央连让人家开会的机会都不给呢，卖国！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这样！来，请问韩亮处理，卖国，请问韩亮处理。出去啦！你出去啦！我们借的时间你来干嘛？不要啦！尽管基进党的议员认为在违法对着南部人无公平，但国民党团的议员认为在政修治违婚法早伫罗总统担任台南市长的时，就认为无公平，需要来重新划分。但经过这么多年，中央还是无提出新的版本。现在三读通过，台南增加163亿，对着地方的财政还是有帮助。中央要下放3757亿，予地方。台南市要分163亿。这用最基本，你读幼稚园袂晓听吗？用最基本的观念看不透吗？是只不过在争取讲，别个县市分啊多，咱的台南市分啊少，互安尼我接受。当然，在咧分的过程，中央他们要听取地方的市长，因听出安怎分，我唔知啊。可是我知影，讲台南市加分163亿。就是对咱民众就是好的嘛，未来咱的建设，咱的计划有一个着落。已经通过，我们试着尊重，希望他们对外在宣讲也好，或者是在解释也好，希望不要误导，也不要去栽赃，也不要陈述不实的事实，那这样对社会的成本太高，这样子会造成更多的社会的对立。希望大家能够严守纪律。因为基进党的议员李宗仁突然现身，引发在场国民党的议员不满。国民党除了要求互相尊重，伊嘛尊重无同的意见。会中甚至请朱伟清要来将人请出去，最后则是由罗坤福将人来塞离开记者会现场，会议才来顺利进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